因有法律背景的议员周家伟伫中立村和市府团队陪病甲安，因为议员用激进减伤分类的做法，对第4级到第1级来提醒各局处需要改善的缺失。其中有动保处被民众质疑处理流浪狗被虐待动作太慢，过来就是公园各式的通学步道超过期限也未完工，烦恼冲击学生上下课安全。对此嘛，和市长紧急回应。拜托加紧脚步，因为这里都是小朋友在走，这种状况越久，对孩子的安全越有疑虑。是的，是不是请你们？跟你讲的报告，我很不希望看到发生在北部的那个状况，因为小孩子如果他要走没有办法走同学会，要走外面马路，反而造成危险。是啊，是我们希望说最好在5月底，或是最好在5月底6月初以前就要走。好。另外，同款是干木桥负责的林安桥工程，因为新桥通车以后，便桥拆除的工期却一改再改，到底当时才当让民众安心？我问你们公务局任何一个人，你们都跟我说应该快好了。这个应该快好了，大概从1年前就告诉我应该快好了。好，此时此刻已经5月底了，麻烦你7月底，如果你告诉我7月底会好。好，那麻烦你们遵照这个期限。好啊，如果7月底不会好，你老实跟我讲，要9月底才会好，12月才会好，还是要明年才会好？你要老实跟我讲。好，不要地方民众在问，我们都告诉他说，哎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好，来，这次局长允诺我7月底，结果拖到7月31号的时候，东西都还在。好，麻烦你们给一个正确的时间，不要让地方大家都觉得困惑。而检上第1级的路主，则是水利局污水下水道的巡检专业做假，相片日期伪造，互议员掠包。这期要安怎互民众相信水利局是认真巡检清除污水坑？对此，水利局长嘛坦承缺失，强调一旦下水道有塌掉的，一定会马上清除的原则。但新闻顾问林英根采访报道。